呀呀！英雄，不知从何而来，尊姓大名？在下四面天王熊阔海，来到长安不为别的，就想会会宇文成都的身手，还想结交像兄弟这样的英雄豪杰。多谢英雄，幸会了。幸会。咱们是死胡同啊！就是，怎么办？前面是个死胡同，怎么办呀？报告大帅，前面是条死胡同。弓箭手，快闪！怎么办呢？这样也不是办法。翻墙！翻墙啊！快走啊！快走啊！你们半夜三更敲门，是不是不想活了？我们是经营殿帅府的，到此捉拿杀人犯，请你们回禀王爷，我们奉命搜府。你们稍等一下，待我禀报王爷。启禀王爷，经营殿帅府发来无数人马，把我们府围得水泄不通，口口声声说要捉拿凶犯，请王爷定夺。哎呀！
掌灯，是。带我出去看看。吩咐下去，女眷暂且回避。伯父受惊了，成都有礼。不敢当，将军免礼。不知将军深夜到此，有何用意啊？伯父，今夜有7个响马扰闹花灯，闯进相府，杀死我叔叔宇文惠及，抢走无数珍宝。方才小侄看见他们翻墙进入伯父府中，所以派兵包围了伯父的府上。如有冒犯，还请恕罪。大帅搜府，老朽怎敢阻拦？况且匪徒凶恶，捉拿响马，本王也该助你一臂之力。无奈府中女眷甚多，多有不便，请将军略等片刻，待老夫传话，让女眷们收拾一下。不知将军能否稍等片刻？伯父言之有理，行。爹，响马果真在咱们府中吗？就算有，也不能让宇文家的人搜出来。万一宇文成都咬定我们跟响马有来往，再安上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，那咱们可就百口莫辩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看，咱们先自己搜一遍，看看响马是否真的藏在咱们府中，这样心里也好有个底。来人，有搜，发现响马，及时来报。是。不如咱们冲出去吧，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等等，你们等着，我去看看。小心啊！姨父，姨父，是我。叔宝，啊，莫非宇文成都所言是真的？杀死宇文惠及的人是你？是我杀的，王爷，人是我杀的，与前二哥无关。哎，你们，姨父，我等本不想惹事，怎奈宇文惠及奸杀民女，十恶不赦。我这几位兄弟惩恶扬善，为民除害。哎，只因寡不敌众，跑进了死胡同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所以就误打误撞闯进了府宅。哎呀，孩子，你们惹下大祸！宇文成都已经派兵把王府包围了。姨父，此事与您无关，不如这样，把我绑了去，交给官府。二哥。傻孩子，你说的什么话？如果你们不跑进我的府里，我管不了。但是既然跑到我的府里来了，这件事老夫管定了。只要老夫在，宇文成都就别想搜到你们。多谢姨父，多谢姨父。啊，姨父，可如何才能躲得过宇文成都的穷追不舍呢？叔宝，姨父，这里有10几口荷花缸，你们呢，暂且躲在里面，不要出来。外面的事情我来应付。将军久等了。伯父，不知是否已经安置妥当？小侄何时可以进府啊？请。走。
房、正房、厢房、前厅、后楼、左右耳房、前厅、后院，仔仔细细搜一遍。是。走。事情就是这样子的，皇上那边不能缺人，我得先回去了。哎，殿下，是时候该下最后一步棋了。他们人就怪我无义。去办，臣这就去办。李大人，我们兵分两路，你带着皇上手谕去取兵符，控制宿卫军。是。玉郡主，你随我前去妓院，带着皇上密诏前去解救元太子殿下。好，一切小心。是。回禀大帅，这院里的男仆、仆妇、丫鬟、院工都已查点过。各院中也已搜查，没有发现可疑之人。刚搜过了吗？回大帅，没有。来啊！在。把缸给我翻过来。是。且慢。伯父，因何阻拦呢？这10几口荷花缸是当今皇爷御赐之物。我邱瑞念皇恩浩荡，每到动用之际，必先请旨恩准，才敢动用。若贤侄必搜查缸内，那也请你请来圣旨，到时再搜也不迟。好，伯父，既然你想要圣旨，那成都这就进宫请旨。听好了，来人，在。把花园给我紧紧围住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准擅自出入。是。
成都，父亲，你去哪儿了？魏府便寻不到你。父亲，今夜有响马搅闹相府，我已将他们包围在长平王府中，特来入宫请旨搜查。现在不是管那些琐碎事情的时候，宫里头要出大事了。大事？什么大事？改天换地呀！我们父子俩出头的大日子就要到了。所有官兵一律调往永安宫后面，不得有误。收兵。多谢姨父出手相救。哎呀，先别说这么多了，官兵虽然已经撤走了，却只能保一时风平浪静，早晚还会回来的。这样。今天你们先在府上住一下，明日我送你们出城。这也好，多谢姨父。谢王爷。手谕在此，特命你交出兵符。好，众苏卫军听令，宇文成都勾结太子杨广一党，图谋逆反，力斩勿赦。兵符在此，众苏卫军听令。众将士，告诉他，你们听命于谁？宇文将军，宇文将军，宇文将军！反了，你们都反了！趁我现在还不想砍下你的狗头。赶紧滚！你说什么？我说让你滚！走！众将士听令，在包围仁寿宫。是。皇上下诏，重立杨勇为太子。我等奉命接太子出禁院，谁敢阻拦？让开！让开！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我在这儿！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我就知道父皇没有忘记我，父皇终于要放我出去了。皇上不只要放你出去，还要重立你为太子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没错，正是皇上的旨意。皇兄，事不宜迟，快跟我走吧。走，快点，快点！
从此刻起，没有太子殿下的口谕，任何人不得出入仁寿宫。是。下去。是。太子殿下，接下来就看你的。 你这个逆子，你还敢来？父皇，儿臣来此，只求一句话：父皇能否收回改立太子遗诏，并即刻让位？儿臣可保父皇安享天年。哼！你倒是动作快，这就开始逼宫了。 这天下还由不得你，这天下是朕的天下。重新做太子，要将你这小命留住，那也难呐。父叔，我与你素来无仇，你为何要置我于死地呢？这你还不明白吗？太监和杨广勾结一党了。带着密诏快逃，想办法和李德林将军会合，快！走，快追杨勇！上，快走，快！
皇面前舞枪弄棒，给我拿下！你，追！是。一个狗棍！事到如此，我告诉你，琼花王妹是我杀的。 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！你杨勇到现在还以为是他自己把妹妹推到湖里去，这样的愚痴之辈，让他掌管天下，你会成为千古罪人。我杀了你！ 斜阳欲我去，一望安休。皇上久病不治，驾崩了。快起来，来！李将军，快下马！皇上
上已经惨遭杨广谋害，快带太子逃出宫去！快！先皇昨日教诲，结果上下一批。然，我不可一日无主。朕乃先皇亲历之储君，临危受命，一律今日登基，开号大业。朝中文武百官，原官职不动，各尽决一等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老臣拜见太子。吾爱卿何事？老臣有一事不明。讲。虽然皇上一驾人寿宫养病，老臣也曾探望过几次，但万岁龙体无恙，怎么会就在昨夜突然驾崩了呢？老臣恐怕其中另有隐情，何不请仵作前来验个明白？我爱卿，先皇驾崩，乃天意。我爱卿是忠良，你的心情臣明白。忠良，来，将他舌头割了，再挖双目，垫上星星。哎，就他站在这里。我爱卿，不要动啊！你个混君！你混君！混君！你挖了我的双眼，我看得更清楚。我看到一个盗国害民的乱臣贼子，衣冠禽兽！昨夜你调动御林军前往禁院，身先遗诏的高炯李德林。昏君！你这个昏君！昏君！废太子杨勇均是一夜之间离奇失踪，这你又作何解释？昏君，我要杀了你！杀了你！大胆，太大胆，竟敢刺皇杀驾！剁成肉泥，拖出去剁。
皇上，杀了武建章还不足以平众愤，臣的意思，将其满门抄斩，以警他人。皇上，臣以为不然。皇上登基，万象更新，第一件事情理应是清君侧，将宇文家族予以重罚，镇国策，否则国将永无宁日。皇上，汤爱卿，袁化吉呀，是个大忠臣，国之栋梁啊。你这样说他呀，有诽谤之嫌，不好啊！以后同殿称臣，要和和睦睦，不能再这样。哎，你和那姓武的不会是一党吧？臣不敢。哦，不是就好，不是就好。今日是，哎。朕听说汤爱卿，你平时喜吃山肉啊？啊，问你呢，喜吃山肉啊？是。那朕就赐你个烹刑，好不好？来，给汤爱卿炖了一口上好的大锅。臣无意冒犯，臣无意冒犯呐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！臣在。朕封你正一品太尉，官爵世袭。此龙批，凡遇事可先斩后奏。另赐2品万亩，黄金1万两。臣谢主隆恩。宇文成都，末将在。宇文成都，少年英雄，护驾有功。朕今封你从2品大将封号天宝大将军，朝中兵马俱由你调遣。另赐黄金1万两。成都谢主隆恩。众爱卿，自今日起，这大隋的江山就是朕的江山了。朕的功业必过尧舜，朕的江山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朕必是千古一帝。不，朕实乃万古一帝。朕之后不会再有什么改朝换代。众卿家生逢盛世，得遇明主啊！以各安其职，敬重之事；以勤勉，不以懈怠；以节俭，不以荒淫。不要逆天而行，要好自为之。退朝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公元604年
隋文帝离奇驾崩，太子杨广顺利登基，国号大业，史称隋炀帝。文成都，臣在。枉你统领禁卫军，居然让杨勇、玉郡主、李德林都跑了。皇上，这也不能全怪成都，越王才是最先去禁院接杀他们的。相国说的不错，的确，我是去截杀他，可是我到的时候已经晚了，人早跑了。那高炯呢？城门的守卫说，只看到杨勇、玉郡主跟李德林3个人逃脱。相国问我，那我又去问谁呢？毕竟，宇文将军才是统管着宫中守卫的人吧？都闭嘴！把人都给我抓回来！杨一照，成都领命。这次若不是我等一时冲动犯下了杀人大罪，这何至于将邱老王爷这一家置于不完之地？秦兄，此言差矣吧？那宇文惠及奸杀民女，天理难容。我等处止，乃是替天行道啊！可是你任由自己的性子取他性命，目无王法，这和一些莽匪有何区别？哼哼，秦兄，你忘了，我本来就是响马。两位哥哥，这聊得好好的，怎么又吵起来了呀？就是啊，秦大哥、王大哥，你们都少说两句。你闭嘴吧！这少说两句嘛。秦兄，事到如今，你难道还没看清楚吗？真正目无王法的是那些狗官呢。玉帝就是因为看清楚了官场上的黑暗，才隐迹山林，跟他们划清界限的。秦兄，你为人忠厚贤良，又有绝技傍身，玉帝实在不忍看你被那些虚无的功名所耽误，不如早日上山，与我等兄弟一起替天行道吧。王大哥所言甚是啊！是啊，秦大哥，跟我们一起走吧。人呢？你真当我会蠢到带着他们被你们抓吗？啊！他们已经分头赶往登州府了。把这2个都给我押回去，其他人跟我继续追。
别杀我！信不如命，杨勇已经抓回，按殿下吩咐，现关在相国府。其他人，玉郡主和李德林拼死反抗，杀了。高炯呢？殿下，高炯和先皇的遗诏还没有找到，臣已派人搜遍了高府，仍然是一无所获。义父，我等就此告别了。等下我到街上布施，会路过城门，到时你们趁机。王爷，王爷，老皇宴驾，新君杨广即位，城内贴满圣旨，命满朝文500官金殿朝贺。老皇宴驾？是。叔宝，啊，我无法亲自送你们出城了。义父，我们兄弟几个已经决定了，即日起分散撤离长安城，多谢姨父照顾，保重。启禀皇上，当日武建章图谋逆反，朝堂之上口出狂言，还想刺杀皇上，已按律诛其9族。长安之内武士族人135口，已尽数出战。斩草须除根。好。现武建章之子武云昭驻守南阳，距长安1000里之遥，只恐怕他闻讯以后会据关造反呢。那就即刻派兵前去围剿，出斩武云昭，离庭草穴，一请还狱。何人愿意挂帅呀？臣愿意前往。皇上，上柱国老当益壮，可敬可佩。只是南阳关是弹丸之地，倘若上柱国亲自出征，岂不是过于兴师动众了吗？是啊，老爱卿就不必费神了。臣举荐北平王罗毅前往。南阳总兵武云昭年轻气盛，家传枪法，更是难以有人与之抗衡。臣举荐北平王罗毅，一则北平府离南阳关上近，二则罗毅之子罗成乃少年英雄，武艺超群，可与武云昭匹敌，合其父子之力，必定是手到擒来。很有道理。皇上，北平王出征固然是好，但臣想举保一人为先锋，定能助北平王一臂之力，早日凯旋而归。何人呢？臣想举保镇殿将军左班长麻叔谋为先锋。末将麻叔谋愿往。好，捉拿反臣武云昭，北平王罗毅挂帅，麻叔谋为先锋，点兵5万，速往南阳关。遵旨。你知道今日为何我举荐你吗？卑职不知，请相爷示晓。潘擒虎与武建章颇有交情，必是存心放云昭一条生路。此见不成，才举荐罗毅呀。
原来如此，难怪韩擒虎在朝上今日如此积极。大殿之上，众目睽睽，死了一个武建章。你说，我怎么能出任韩擒虎做主，留武云昭一条命呢？小的明白，只不过卑职得区一个先锋官，卑职是怕到时行事难免受制约的。必要时可以先斩后奏，明白吗？你放心去办吧。朝廷这边有老夫给你担着。有相爷这句话，卑职心里就有底了。不过，此事关系甚大，皇上很是看重，你绝对不可以把事情办砸了。不过，要是事成，我想万岁爷给你请功，那日后一些肥差，顺理成章就会交给你做了。多谢相爷，相爷放心，此事包在卑职身上，以后就多多仰仗相爷了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怎么就不肯听我的？你怎么就不能相信我？我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但我告诉你，你想办的事完全办不成。今天幸好是遇到我，倘若遇到别人，别说你带不走杨勇，就连你自己也是有来无回。你既然知道杨广杀父篡位，你还跟你爹一起同流合污，为虎作伥。先皇登基，大事已定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不效忠我大隋，违抗皇命之人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这都是你爹教你的吧？你给我听好，你忠奸不分，残害忠良，助纣为虐，你才不会有好下场。我有没有好下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你待在这儿是安全的。月儿，你先在这里待几天，等外面风头一过，我马上派人送你出去。看好他。是。醒了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自打把您从仁寿宫抬回来，您都已经睡了一整天了。奴才恭候娘娘已经多时了，皇上命奴才送一物件，请夫人过目。皇上？没错，是新皇赏赐的。这么说，老皇上已经走了。是，新皇登基，恩极后宫，特
特意交代奴才一定要亲自交给夫人这个物件，还请夫人收下奴才方好，回去复命。我虽一介女流，从南陈流亡至今，虽命不由己，却也知道贞洁为何物，还用不着让皇上赐死。你拿回去吧。不是我喧哗不领旨，是我不愿意再受这样的凌辱，我自己了结自己就可以了，就不用皇上费心了。娘娘，奴才当初未闻太子与夫人有何怨仇，奴才这次也是奉命而来。还请夫人收下金盒。恭喜夫人，老奴先告退了。恭喜娘娘！恭喜娘娘！
办呢？奴才往后会尽心尽力为皇后娘娘办事。启禀皇上，微臣依照您的意思，买通了杨素府上的管家杨吉。他说，高炯人就在杨素府上。果如所料。皇上再怎么生气，证据还是在杨素那里，您也奈何不了他。更何况，他手上还有几十万重兵呢。几十万重兵，他也不能都搁在自己府上吧？今晚陪朕越王府走一趟。越王已经休息了，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。睁开你的狗眼，这是万岁爷！万岁爷！都大半夜了，什么人在外面？越王，是皇上驾临。皇上驾临，老夫有失远迎。不必多礼。皇叔啊，朕不知为何呀，睡不着觉。就想来看看皇叔，深夜不请自来，皇叔勿怪。岂敢岂敢！陛下，折煞老夫也。玉朕不能寐，起坐探民情。阮步兵的咏怀，朕自幼第一次听到，就是在皇叔口中。如今当了天子，尝遍各种滋味，找皇叔喝2杯，以图胸中快乐，如何？
皇叔，这屋里没外人，别那么拘礼，坐下。是。坐这里。坐这儿。啊，微臣不敢。朕说可以就可以。来，过来。皇叔，朕自幼就喜欢抱着皇叔听故事，改不了了。皇叔的酒量，宣皇在世时那就自叹不如啊。今夜你我叔侄，可要一醉方休。啊，我马上吩咐手下去准备点酒菜来。朕自己带酒了。虽说宣皇在世的时候就已册封朕为太子，但朕知道，若没有皇叔，朕不可能坐在这天子之位上。皇叔，敬你一杯。不敢。酸的。陛下，外面好像有动静，臣去看一下。怕什么？有朕在这里，喝酒。不怕，不怕。皇叔，朕跟你说实话吧，朕昨夜做梦了，梦见宣皇了。宣皇对我说：“婴儿，你不孝。朕在世时，与你皇叔日夜为你劳心劳力，现在朕走了，你怎么还忍心让你皇叔跟着你操心呢？皇叔，朕看着你这么大把年纪，还为国操劳，不忍心呐！
皇叔，为何不喝酒？先生酒不好喝。臣不敢。皇上，这高炯在府外鬼鬼祟祟的被我们抓到，可能是找王爷寻仇来的吧。好，多亏了宇文将军小心呐，使得老夫免遭其害。来呀，把这个人拉出去严加拷问。不必，就在这儿。朕还有话要。高大，好久不见，气色还那么好啊！对了，那个遗诏藏哪儿？呸！你也配知道？皇叔，那天他把那个遗诏送到禁院的时候，你也在吧？皇上，此话何意呀？何意？没有何意。问我呢？皇上，皇上，自高炯写献帝的遗诏消失以后，为臣确实没有再见到过遗诏啊。王爷，你不会真的以为皇上会相信高炯是离奇失踪？我们是从府外把他抓进来的吧？皇上，老臣该死，老臣一时糊涂，确实藏了高炯。可是我搜过他的身，我保证，绝对没有遗诏啊！皇上，老臣别无所求，我把这个兵权交还给皇上。愿皇上念在老臣昔日为大隋立下汗马功劳的份上，让老臣解甲归田呐，告老还乡。干什么怕成这个样？皇叔，你说我这一个做侄儿的，那还能对你怎么样？谢皇上圣恩，我马上回去收拾细软，带着家眷离开京城。皇叔，你，皇叔执意如此，那朕就忍痛割爱。皇叔保重。谢皇上隆恩。皇上，杨素这一死，就没人知道遗诏的下落。万一他藏得很隐秘，我们找不到怎么办？这老家伙想不到朕半夜会来，遗诏一定还在这里。回陛下，微臣已经上上下下搜了一遍，越王府没有遗诏的下落。再搜。你老糊涂，搜什么？一把火烧了了事。陛下，越王府还有大
下亲眷。皇叔是朕的长辈，他走了，让他一家大小回归团圆。唉，也算朕尽些做侄儿的孝心吧。听懂了吗？这件事情要办得干净一点。皇上，越王府已经化成一团灰烬。外间传言，天干物燥，在半夜里，越王府的人沉睡之中，厨房失火，酿成大祸。这么说，剩下的就是我那个冒冒失失的皇孙。皇上，不如就让微臣代劳吧。他毕竟是我亲哥哥，我怎么就不能亲自送他一程？什么味儿？开着门，别关啊，通通风。你也不打扫打扫，太懒。哎，皇兄，近日啊，朕就忙着登基的事情，好久没来看你，你不会怪朕吧？不会。当初母后临别之时，再三嘱咐你，让你登基大赦天下之时，就放我出去。现在你已经如愿以偿了，你可以让我重获自由了。自由啊？要不这么说，天真是为君者之大忌。自由你就别妄想了，你自由了，那朕就睡不着喽。亲弟啊，咱们可是亲兄弟呀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就饶我一命吧！我可是从来都没想过和你争什么呀！朕怕你争。